香港沙田城門河發現一個人頭、一對手臂，手臂上紋身圖案，助警方證實咗死者身份。他因何被肢解，兇手又係邊個？警方就毫無頭緒。直至6個月後，一間照片沖曬店店員報警，一個震驚全港嘅連環兇殺案才慢慢浮出水面。1982年2月11日，香港警方喺沙田城門河發現一個女性人頭與一雙女子手臂，其後證實屬於22歲夜總會大班陳鳳蘭所有。一宗極度兇殘嘅人體肢解案開始浮出水面。6個月後，警方接獲旺角一間沖曬公司職員報案，稱有人要沖印一批人體性器官的特寫照片。警方事後拘捕前來取照片的男子，同時在其貴州街寓所內搜獲過千件證物，包括女性器官標本、部分殘肢、手術器材、大批照片及錄影帶，以及一批受害人的私人物品，從而揭發一名冷血兇徒時年27歲的雨夜連環殺手林過雲。事後林過雲曾在供詞中表示，他想這批女性器官照片成為歷史圖片，又想全世界人都看到他所拍攝的照片。1955年5月22日，林過雲於香港出生，原名林國裕，父親共有過3名妻子、10名子女，林過雲是長子，由正室所生。林父在管教林過雲方面較其他子女嚴厲。1970年，林父開店售賣電單車，要求林過雲每天下課後幫忙看店鋪。林過雲的成績由此走下坡，與父親感情亦開始轉差，經常遭到父親打罵並趕他離家。1973年初，林過雲與父親爭執後被逐離家，在紅磡學園街一個公廁附近，用刀脅迫一名女子進入公廁，用手撫摸對方下體，結果被捕。醫生指林過雲精神方面有問題，不適宜受審或判監，被判入青山精神病院接受治療。接受102日治療後獲准出院，並改名為林有強。林過雲年約19歲時，家人發現他表現不尋常，對女性肉體感到興趣，其後被發現於觀塘住所的廁所外偷窺其妹妹裸體。1978年，林過雲取得的士牌照，正式當上的士司機後改名為林過雲。在犯重案前2年，林過雲開始轉做一名夜班的士司機。1982年2月至7月先後殺害4名女子，犯案時多為下雨的晚上，因此有雨夜屠夫之稱。他以的士把目標接載到僻靜地方後勒死，並對第4名受害者進行姦屍。每次作案後均會肢解人體，拍攝殘肢，然後把屍體的性器官部分肢解製成標本，存放在位於土瓜灣貴州街安慶大廈的寓所，並將身體其餘部分棄於城門河及大坑道山坡。1982年2月3日，夜總會工作嘅陳鳳蘭於凌晨4時收工後與朋友飲酒，酒後於尖沙咀地區搭乘被告駕駛之的士，可能因酒後嘔吐激怒林過雲。林將酒醉未醒的陳鳳蘭載回土瓜灣住所樓下，返回家中取來電線後，喺車上將酒醉未醒的陳鳳蘭勒死，並將屍體帶回家藏在客廳沙發底下。第2日待家人外出後，林將屍體身上衣服脫光，然後為屍體拍照。林從陳鳳蘭錢包取出500銀錢，到街上買咗電鋸，然後將陳鳳蘭肢解成7塊，過程被收錄於錄影帶《嚴肅的秘密》內。性器官放入膠盒，用米酒防腐，再用報紙包好肢體放入膠袋內，於當晚上班時將肢體棄於火炭一處山坡草叢。肢體其後被大雨沖落城門河，並漂浮到好運中心至富豪花園一帶。其父憑陳手臂上的特別刺青圖案認出其女兒身份。1982年5月29日，康樂中心收銀員陳雲傑於凌晨5時20分下班，大雨中乘搭林過雲駕駛嘅的士回家。林過雲在途中停車用刀指嚇，再用手救住陳雲傑，最後用電線勒死受害者。今次林過雲用外科手術刀進行肢解，並將死者一雙乳房、整個陰部完整割下，進行防腐處理。屍體的其餘部分則用報紙包好，再放入麻包袋內，將碎屍放上的士車尾箱，待入夜後肢體棄於大坑道山坡。肢解情況被收錄於《嚴肅的秘密》影帶內。1982年6月17日，夜總會侍應梁秀雲於凌晨4時下班乘搭林過雲駕駛嘅的士，不久遇害。林將屍體帶返家中拍照與錄影肢解，錄影帶名為《雨夜行動》。林過雲為方便工作，將攝錄機放在碌架床上，採用自拍功能，拍下他的行動。由於無需操縱攝錄機，林過雲的肢解工作較上2次更仔細。
他甚至將死者的腹部剖開，挑出腸臟，放在口中品嘗。林過雲原有一嘗人肉的衝動，但最後由於感到噁心而放棄。屍體棄於大坑道。1982年7月2日中午會考學生梁慧心到尖沙咀喜來登酒店參加謝師宴後，於晚上11時在酒店門外登上的士，以返回紅磡山谷道村寓所，自此失去蹤影，音訊全無。家人漏夜致電傅燕姿同學查詢及到酒店附近一帶找尋其下落，悉無功而還。經商議後決定報警求助。警方將失蹤者資料通報全港所有巡邏警員及醫院，並於8月5日發放尋人啟事及照片，呼籲市民提供消息，但仍無結果。其學校亦表示放榜當日未見他蹤影，直至8月17日警方拘捕林過雲後，在其家中尋回良知遺物及部分器官，方知他已遇害。林過雲稱他用搜救鎖住梁慧心雙手，與他在的士內交談有關學校、前途、家庭、宗教、靈魂等話題後，用電線勒死他，將屍體帶回家姦屍及肢解，過程被收錄在第4次行動影帶內，殘肢被埋於大坑道。短短半年，林過雲已經殘忍殺害及肢解4名女性，點解其惡行一直冇人發現？原來林過雲曾經通過參加某個攝影班，認識了在尖沙咀一間沖曬店任職的張志立、張仔，並對張仔說自己在殮房當兼職攝影師，為他們拍攝解剖屍體的照片。張仔覺得林過雲的解釋合理，為免令同事受驚，他曾4次親自沖曬林過雲的照片，並對林過雲承諾將對此事保密。1982年8月10日，林過雲想將第4名受害者梁慧心的肢解相片放大，第5次光顧張仔任職的沖曬店時，恰巧該店的放大機有故障，張仔於是將林過雲的底片交給旺角分店放大。但由於該店放大照片整個過程實際上都由人手操作，當分店沖曬員將影片沖曬後進行品質檢查時，發現那些照片似乎與人體肢解有關，將照片交由經理作決定。沖曬店經理認為事有可疑，於是報警。8月18日，警員在林過雲前來取照片時將其拘捕，隨即前往安慶大廈林過雲住所搜查，終於檢獲死者的器官和財物、防腐劑、解剖書及手術器材，從而揭發兇案。警方於林過雲住所內發現4對乳房，分別被放置於裝有液體的玻璃瓶或塑料容器內，估算受害女性至少4人。林過雲、弟弟林國強及父親林偉樂被帶返何文田警署協助調查。林偉樂經警方扣留問話3天後獲釋，林國強則表示由於上班時間不同，甚少見到哥哥及從不觸碰他的物品，對事件毫不知情。案件於1983年3月3日起開審，經過18天聆訊，7名全男班的陪審團裁決之後，一共被控4項謀殺罪成立，依例判處絞刑。但從1967年起，香港總督或英女王已赦免死刑，所以最後到1984年8月依例特赦改判終身監禁。林過雲自稱肢解女屍及姦屍是因為他對解剖學有濃厚興趣，以及有極強的好奇心。林過雲曾經表示殺死3名寬長女子是替天行道，至於加害於第4名女死者，即是17歲的女學生梁慧心，林過雲表示自己亦不明究竟。精神科醫生不單只為林過雲做過多項心理測驗、智商測驗及記憶測驗，更為他做腦電波圖，看看是否他的生理病徵影響他的心理狀況，但結果正常。5名精神科醫生為他作出深入評估後，有3位認為他並無精神病，犯案只為滿足不正常的性需求，另2位則表示他精神不健全，不能自我控制。林過雲在法庭上表白自己的殺人心態時表示，他殺死第1名女子時並無犯罪感，只是被一種憤怒驅使，其後殺死第2、3名受害人是因為上了癮。在審判期間，當被問及梁慧心的時候，他甚至曾數度落淚。1986年11月16日，林父在圓玄學院為4名死者供奉靈位，因恐怕有人將錄影帶與照片賣給傳媒，林過雲拍下的錄影帶與照片在案件審結後已被全數銷毀，部分受害者器官現時保留在灣仔法醫總部作為實物教材。時至今日，林過雲已經喺香港石壁監獄服刑超過40年，唔知佢有否為自己當年所犯罪行感到後悔？有傳言指近年林過雲希望申請假釋出獄，各位觀眾又點睇呢？林過雲可否被假釋，又或者應該係監獄過完下半生？歡迎大家留言評論。本期節目講完，大家保重。
下一條片再見。